别的消息，要来关心市面上一寡补习班，拢是叫人先纳钱，结果有的补习班强强倒去，消费者已经纳上万块的补习费，找无人讨，敢讲敢会当家己高牛屎？现主时台北市市政府就检查910间的补习班，发觉讲其中270间业者违规，无含消费者签契约。另外，还有人大主大意改契约，要求违规的业者限期爱改善。另外，提醒消费者要签约进前，一定要看好清、认好明。 袂少人会去补习班来报名充实家己，才袂倒掉无墨水。这几年煞传出讲真侪出名补习班的消费争议案件。伫今年的3月底，一间出名的外语补习班，伊用这个成立补习费会当享受优待来请学员报名。有的人已经成立几万的，甚至是数十万的这个学费。想袂到这间补习班的营运方式煞出问题，上尾煞传出恶性甲人倒钱，上少还有30个人受害。就惊讲这款的案件搁再来发生，台北市政府大动作来展开这个稽查。 从105年、106年都曾经发生过大型的连锁补习班无预警歇业的案子。如果你是预收超过1个月的这个学费，就要采取这4种履约保证的这个方式。针对台北市补习班履约保证的查核，拢总查到910间的这个补习班业者。 结果，敢若是无甲消费者签契约，也是这个契约无下规定的，就有271间。其中，阁有超过1/3，也就是104间的补习班无来提供履约保证。来看一般这个符合规定的补习班契约书，顶头的履约保证项目，包含这个收费、缴费、退费这些，拢爱记载甲清清楚楚。不过，这无符合规定的业者，煞甲这履约保证的项目拢甲汰掉。 也是讲收费缴费的方式嘛无写清楚，有的甚至拢无写明，还爱消费者来签名。那这一次所查到了这个没有他的契约没有依照规定记载的呢，经过那个教育局纠正呢，都已经在改善期内改善完毕。消保官强调讲，通常像这款的案件，大部分拢是迄款外语补习班，也是电脑补习班、立案补习班的收费，就要有一定比例的银行履约保证。 学员伫咧签约进前，目睭都要闭好紧，确认好清楚，看较点定的，安尼才袂去惹到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